近年經常返內地開演唱會嘅鐘嘉欣，日前就到咗深圳開 show，佢更加喺社交平台上面上載咗自己簽海報嘅相，見到佢前面有一大沓海報，佢就話係答應過大家嘅福利。而今次佢喺深圳舉行嘅記得鐘嘉欣演唱會，更加獲得多位好友到場支持，當中包括馬浚偉、楊善瑤、楊思琦等，而其中更有九雲慧罕有咁現身，而狀態大勇嘅九姑娘明艷照人，並且身體力行咁樣支持嘉欣。而歌迷見到咁多位星級來賓，亦都爭相同佢哋合照。而喺演唱會入邊，當嘉欣喺台上面唱出一人有一個夢想嘅時候，嘉欣演唱會嘅嘉賓黎瑞恩隨即出現喺舞台上面，佢哋開心到即刻攬攬又拖手，仲邊唱邊揈手，令到全場觀眾尖叫歡呼。而嘉欣更加為咗遷就黎瑞恩，索性喺台上面除鞋，拉近彼此嘅身高嚟到合唱，非常之體貼啊！由於嘉欣喺加拿大出世，佢本身嘅廣東話都唔係太好，佢就話全靠唱卡拉 OK 嚟到學中文，更加表示全靠聽小欣子嘅歌嚟到學廣東話添。到依家佢已經成為咗3位子女嘅中文老師，佢話佢都係播翻一人有一個夢想嚟俾子女聽，都算係一種傳承。嘉欣更加喺台上面自爆，開 show之前曾經感冒病倒，仲喺度諗我係大領落啦。好彩今次佢好開心，見到好多朋友嚟撐佢，令到佢得到好大嘅力量。果然好朋友嘅友情真係能除百病㗎。